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，以西结书39章第7节到第8节，21节到29节，罗马书第8章26节到2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复兴。以色列人是选民，但却经常违背上帝的旨意，远离上帝的道路。以色列国家被灭，人民被掳，就是因为离开了上帝的诫命，离开了上帝的旨意，离开了上帝的道路，因而就失去了上帝的看顾以及保守。所以他们就流离失所，分散到全世界。从圣经角度来看，是因为上帝惩罚他们，使他们落入敌人的手中。但是上帝仍然以慈爱来对待这一些违背他的人们，他是慈爱给他们，并且带领他们归回，得以复兴。以西结书39章第7节到第8节，21节到29节，先知提到这些事情。我要我的子民确实认识我的圣名，我绝不再让我的名受侮辱。这样，列国就知道我上主是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至高的上主说，我所预告的那一天一定来临。上主说，我要让列国看见我的荣耀，让他们看见我怎样运用力量执行我公正的判断。从那日以后，以色列人会知道我是上主，他们的上帝。列国将明白以色列人是因得罪我而被放逐的。我离弃他们，不看顾他们，让敌人击败他们，杀害他们。我对他们的污秽和邪恶施行报应。我离弃他们，不看顾他们。至高的上主这样说。但是我要怜悯雅各的后代以色列，让他们重整家园。我要维护我的圣名，他们重新安居在自己的土地上，不再有威胁时，他们就会忘记他们因为背叛我而所受的侮辱。为了让列国知道我是神圣的，我要从敌人那里把他们领回本土。那时我的子民就会认识我是上主，他们的上帝。因为从前我放逐他们，现在又召集他们，把他们带回到本土，连一个也没有留下。我要用我的灵浇灌以色列人，绝不再离弃他们。我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上帝要用自己的灵来浇灌以色列人，让他们在苦难的当中能够得到这个灵的复兴。保罗告诉罗马教会的基督徒，他提醒他们，当我们人在软弱的当中，就要靠着圣灵，因为圣灵将会提供我们那个辅助的力量，甚至圣灵会教导我们如何的祈求祷告，并且明白圣灵的意思，使我们的灵能够苏醒。罗马书第8章26节到27节，同样，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，我们原不知道该怎样祷告，可是圣灵亲自用言语所不能表达的叹息，为我们向上帝祈求。洞察人心的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依照上帝的旨意替他的子民祈求。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，上主啊，你的创造繁多，你这一切都是你智慧的果实，遍地充满了你所造的之物，有汪洋大海，住着大大小小数不尽的生物，船只往来航行，你所造的海兽细游其中，他们都倚靠你，靠着你按时提供食物，你给了他们，他们便吃。
你赐食物，他们便得饱足；你走开，他们就惊慌；你收回气息，他们就死亡，归回尘土。但你向他们吹气，他们便生存；你使大地得以更新。愿上主的荣耀永远长存。愿上主喜爱自己的创造，他俯视大地，地便颤抖；他触摸群山，山便冒烟。我要一生一世歌颂上主，我有生之日要歌颂赞美我的上帝。愿他喜爱我的诗歌，因为我的喜乐从他而来。我的灵啊，我要颂赞上主，要赞美上主。恳求慈爱的天父赐下圣灵保惠师，成为我们在苦难的当中的帮助，也能够让我们明白圣灵的心意，领受上帝的保守，得到灵的复兴。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